这是点亮，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14号，公元2017年11月3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度北部南杰寺下属寺院竣工仪式。司政洛桑桑格表示，21世纪是属于亚洲的世纪。流亡藏人业余电影制作人获藏人行政中央电影资助金。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参访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发布视频，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提问人权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2号莅临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南杰寺下属寺院竣工仪式。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呼吁与会各界人士通过教育，在全球推广人类普世价值观和慈悲心。尊者达赖喇嘛指出，数千年的藏传佛教文化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动力，因此我们处于为70亿人类服务的独特地位。尊者也强调，慈悲的种子在于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并进一步改善社会环境。来自印度、意大利、越南和美国等地的佛教徒参加了当天的仪式。此外，10月24号，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协会与印度钦奈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名为“西藏全球共同争议的焦点”研讨会在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应邀出席会议，以“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为主题发表演讲。指出，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以及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超级大国，认为邻国的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中国。钦奈马德拉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主任拉姆马尼瓦南教授在发表演讲时表示，自己将承诺一生将为西藏的自由事业而努力。他还表示，对于西藏问题，印度研究人员和学者要有正确的思想和态度来了解西藏的真相，因为西藏问题关乎印度的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因此，必须严肃面对西藏问题。此外，居住在印度流亡藏人不同社区的3名业余电影制片人日前参与到了由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影视资助计划。3名表现优秀的电影制片人分别获得了30万印度卢比的资助金，为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拍摄不同内容的影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向上述3位藏人表达了祝贺，同时希望更多藏人未来参与此类培训计划。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在前段时间启动名为“起飞”的电影资助计划，该计划是将流亡社区的民主、境内外藏人的共同愿望以及男女平等作为内容进行拍摄影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日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藏人行政中央的一项新举措，旨在鼓励流亡社区的新一代电影制片人为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制作视频和纪录片。司政洛桑桑格还表示，近些年来，西藏境内藏人陆续拍摄出优秀影片，而不丹与尼泊尔等国家也拍摄出不少好作品，因此希望流亡藏人也应该对电影制作给予重视。司政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向爱好电影制片人提供条件，希望来年有更多的人士参与这项计划，透过影视途径向世界推广西藏各种议题。接下来，请看第4则消息。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于11月1号抵达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展开为期1天的私事访问。
在机场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白马堪卓部长表示，一位来自我们门偶地区的仁波切转世已经降生在拉达克，为此他们在达兰萨拉组织了一个宗教仪式活动，我是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早在2015年访问过达兰萨拉，出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日活动。当时，白马堪卓先生是阿鲁纳尔恰尔邦旅游部长。与此同时，今年6月份，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报告员举行了第24次年度会议。在6个月的时间里，联合国的一些特别报告员和组织提出了有关西藏最严峻的人权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行了一部题为《联合国向中国提问西藏人权问题》的视频，回顾了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员负责人在过去的6个月里，先后发表3次声明，明确对西藏问题表示关切。在上述的声明中，涉及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丘、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和他的亲属尼玛拉姆、卓嘎拉姆，以及对西藏神圣的阿里山的环境破坏等问题。这部视频的焦点突出了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案件和一些问题，同时向中国提供了一个醒目的提醒，即中国远远没有履行其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义务。联合国将继续监督中国的人权记录，准备将在明年11月份举行会议，定期进行普遍审议。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